关的时候，人员说，这护照套我最近好常看到。他说这护照套最近很红哦。我来自台湾的护照套是洪家姐妹的文创骄傲。你讲这句话的话，就代表说你其实有部分的 proud。把发自内心的认同感融入生活使用，从创意市集走进书店柜位，经销62位独立设计者的作品。佳莹和妹妹佳琪用文创说故事，说生活中的快乐、不满、反思和幽默，也善于观察。洪佳莹发现这几年纸胶带和包装纸材大受欢迎，活在冰冷荧幕的3C 世代开始寻找手作的温暖，代表周边商品大有可为。他说，文创的成功就在创造让人爱不释手、一眼爱上的图码。客家文化这样的东西，长一辈的人他们会是比较熟悉的，那年轻一辈就希望连小朋友看了，他即使都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客家，他也会觉得这个娃娃是可爱的。受托设计的客家主题娃娃，活泼讨喜，以 Q 版可爱呈现。角色设定来自接触过的客家经验。姐姐连接起曾经跟着男朋友回客家庄，至今深刻留在脑海中的影像。客家妈妈就是经常这样微笑，就是很俏皮，你会觉得就是很疗愈这样。客家妈妈的坚毅，让洪佳莹感受到为环境、为家庭展现的极大弹性，勤俭耐劳，用年轻世界看，可以青春演绎。像这个暗展给朗上，就是好漂亮的蓝山有动讲的有童话，有美丽的童话。作品会不会受欢迎，看到的10秒内就能决定。经手的文创商品上千种，都在等待受青睐的眼神。对创作者来说，那比什么都值得。因为相信任何事都有可能实现，生活中触动的感觉也是文创。创造来一颗娃娃，是一个新的美丽出发。上课喽！按講嘅男神要動講嘅要童話，按講嘅男神要動講嘅要童話。谢谢宗怡老师。